內地金色珠寶公司周六福近6年5次衝擊中港上市，今次終於過關啦！你有拜唔拜呢？2004年喺深圳成立，因為個名似周大福同埋六福珠寶，曾經被形容為山寨版，亦都曾經喺 A 股3陣出局。主要嘅原因係收入增長異常同埋加盟模式嘅爭議等等。繼上年6月向香港聯交所遞交申請，最終招股書失效之後，今次終於通過上市聆訊啦。以招股價24蚊去計，集資淨額大約係10億，一手100股，入場費大約係2424蚊。6月23號中午截止招股，預計6月26號掛牌上市，引入8個嘅基石投資者，包括羅湖投資、靈寶黃金同埋廣發基金。集資所得將會用嚟擴大銷售網絡同埋提高知名度等等。雖然近月金色珠寶股由谷底回升，而且新股市場轉旺，但係要留意周六福嘅業務性質喺港股市場唔算獨特。根據公司嘅往績，毛利主要係靠向加盟商收服務費，但係呢部分嘅毛利率持續下滑，加盟店嘅數目同埋收入比例亦都下跌，而自營店嘅同店銷售收入增長亦都放慢，線上銷售業務嘅毛利就更加低啦。你又點樣睇周六福呢？會唔會抽啊？留言討論下，記得 download ACAT 換領我嘅車種自製盈富基金 Watchlist，follow 我一齊傾投資啦。